大家好，我係嚟自保良局甲子園中學6甲班嘅利奇峰。近嚟我發現有一個內閣，佢哋十分之努力於佢哋嘅宣傳工作同埋努力上。另外，我就睇到個宣傳單中入邊有好多活動，當中包括唔少嘅比賽，例如羽毛球比賽，又或者係籃球比賽，又或者係足球比賽，甚至係一啲紙飛機大賽都有喎。另外，佢哋都唔會話十分於宣傳工作，佢哋只會好努力佢哋做佢哋嘅嘢。而成員當中，佢哋亦都會收集其他級別嘅意見，將佢哋嘅意見反映俾校方知，務求做到一個好好嘅溝通橋梁。另外，佢哋亦都會增設一啲嘅福利，當中嘅詳情就要交俾我另外一位嘅女同學介紹啦。咁啦，除咗肥仔所講 more 嘅好處之外咧，我都聽到有唔少同學都睇到佢哋嘅政綱，咁就話佢哋會爭取什麼姐姐服務啦，仲有康樂棋啦，同埋呢個球類。咦，肥仔喺邊？係。哇，好假嘅肥仔啊！聽講摩啊最近仲爭取緊喺小食部隔離嗰度門開咗佢喎，好似話想方便食飯或者係返學嘅時候可以進出方便啲咁話喎。啊係喎，我醒起喎，仲有個攝影比賽嘅噃。攝影比賽，可唔可以自拍㗎？雖然摩啊講唔出咩大道理，但係我哋認識過之後，發覺佢好親切喎，所以我哋應該投摩啊一票㗎。